去哦，婚龄的患者要装电子耳，拢爱去挂管市。台大病院的婚龄会议哦，伫8月份开始都有电子耳的门诊哦。顶个月嘛成功完成一个1岁外囡仔的手术。婚龄关的政府社会处表示讲哦，会有2个听力师来提供6岁以下听损囡仔的服务。1岁外查某囡仔先天性听力受损，一出世就听袂到。顶个月动手术装人工电子耳，顺利完成开机调频率。这个囡仔对高频甲低频的声音反应拢真好，已经会当顺利听到声，家长拢感觉真安慰。因为我知道云林的那个听损的小孩其实也不少，对，所以如果在地有这样子的资源，那就是相信就是家长们都是可以更便利的。比起来，因为云嘉地区这人口加上一些南彰化跟南投地区的一个人口，看起来可能一年我估计起来可能大概会15例到20例左右。台大病院婚龄分院表示，较早这人工电子耳的手术伫婚龄有较少，大部分的患者拢爱走去外县市就医。今年8月，台大婚龄分院启动人工电子耳的特别门诊，希望患者免搁走车入路。那婚龄管府的社会处嘛要扩大听龄管理甲训练服务计划，每年会搁加请听力师。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就近就地，能够得到最好的这个医疗跟训练。那以往都要舟车劳顿到台北去那我想这会增加我们家长本身的负担婚龄关针对3700个3岁囡仔进行听力的检测，有45个人无通过。6岁以下是听力受损的囡仔黄金治疗时间。今年10月开始，县府甲台大病院婚龄分院等的单位，除了本地个案管理、听觉功能服务，佮加上听力师的斗相共。若有申请计划，家长嘛会当选点厝、入校等的方式接受免钱的服务。记者王伟雄，婚龄报道。